家好，又翻到嚟熱鬥 offline 嘅時間，我哋致力為大家帶嚟廣東話綜合格鬥資訊，記得 like and share， 撳埋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 update 啦。今次嘅熱鬥 offline 由細佬小龍頂更，姍姍來遲，請大家多多包涵。言歸正傳 ，UFC 325已經喺2月1號晚喺澳洲悉尼嘅 Kudos Bank Arena 圓滿結束。賽前唔少 MMA fans 就對今次嘅賽事安排唔多滿意喎。事關 UFC 324同埋今次嘅 UFC 325排得咁接近，兩場比賽只係相隔咗7日，報導嘅焦點都集中晒喺 UFC 324上面。而且 UFC 325嘅 main event Alexander Volkanovski 對住 Diego Lopes， 兩位拳手上次對決不過係9個月前嘅事，排緊隊挑戰羽量級王者寶座嘅仲有 Movsar Evloev 同埋 Lavon Murphy 呢啲實力拳手。而 Lopes 喺 UFC 314點數輸咗俾 Volkanovski 之後，只係贏咗 Sean Silver， 就急不及待咁再次挑戰金腰帶。呢個安排令唔少 fans 都拗晒頭。除咗今次 UFC 325嘅賽程安排之外，另一個花邊焦點竟然就落咗喺俾人取消咗比賽嘅型量級拳手 Aaron Tal 身上喎。事關 Aaron Tal 喺賽前過磅儀式上邊要出動到大毛巾。職業比賽減磅好多時都會攣到好盡，要剝光豬上磅都唔係咩新鮮嘅事。奇就奇在佢當時嘅磅數係122磅，比型量級嘅上限足足少咗3磅幾。賽會當然就黑人問號啦，叫佢着翻條小褲褲再上啦。結果129磅，超出限制3磅。隨後 UFC 就取消咗佢呢場比賽。Aaron 之後都有為佢今次嘅出貓事件致歉。似乎 Aaron 要揾炸雞大師兄 DC Daniel Cormier 進修下先得喎。講完花邊，講翻場比賽本身先。UFC 325 5場 main event 帶俾大家3場有 finish 嘅精彩賽事。先有澳洲拳手 Kulan Sukut 喺第一回合3分鐘以 Wayleg Choke 了結咗同樣係本地姜嘅 Jamie Mullarkey。仲有過光龍巴西拳手 Mauricio Rufy 喺第2回合後段狂風掃落葉式嘅連續勾拳 TKO 咗阿塞拜疆選手 Rafael Fiziev， 同 Kulan 齊帶走咗當晚嘅 Performance of the Night 豐富獎金。嚟到 Co-Main Event，The Handman Dan Hooker硬碰 God of War Benoit Saint-Denis， 比阿 Dan 年輕5歲嘅 Benoit 明顯喺體能上邊佔優，不斷以擒抱同埋 take down 消耗阿 Dan 嘅體力。終於喺第2回合成功用 top mount 將阿 Dan 撳住喺台面，由上而下以爭打展開狂攻。拳證見阿 Dan 冇還手嘅意識，就終止咗比賽。結果由 Benoit 順利以 TKO 勝出。整晚賽事嘅高潮當然就落咗喺 main event Volkanovski 對住 Lopes 嘅2回戰身上。Lopes 打法簡單直接，對住穩打穩紮嘅 Volkanovski， 大家都唔期望有咩驚喜嘅情況之下，兩位嘅激情碰撞顯然牽動所有觀眾嘅神經。被視為 underdog 嘅 Lopes 一直伺機重擊 Volkanovski， 但身法更快嘅福憑住精準打擊將 Lopes 擊退，甚至喺第1回合嘅尾段有機會靠 ground and pound 提早完結賽事。但係韌力十足嘅 Lopes 順利捱過咗，仲喺第4回合有個大逆轉嘅機會，一度將全場嘅氣氛推上高峰啊！不過 Volkanovski 都唔係指責嘅，捱過 Lopes 嘅猛攻之後，以精彩嘅防守反擊完成5個回合嘅賽事。最後裁判一致判定 Volk 以點數勝出，拎走咗 UFC 羽量級王者金腰帶。呢場比賽亦被選為 Fight of the Night。今次嘅熱鬥 offline 就嚟到呢度，你哋又覺得今次 UFC 325有冇睇頭呢？如果大家有咩想傾嘅題目，不妨留言話我哋知啊！下次再見。